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昨新冠本土病例是增加84587例，有59个人死亡，确诊病例连续2天拢有降低。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确诊人数无一个手称悬，代表疫情有控制掉咧。另外，快筛检出阳性就等于是确诊的制度，为8月开始，嘛会扩大实施到较偏远的乡镇，关周边地区也阁有挂岛。因为大作伙的家庭确诊，进行自主隔离的庄仁祥，该隔离了后回归疫情指挥中心，如期出席防疫记者会。国内本土疫情日增加84587例确诊，上北甲桃园市犹原突破5位数，超过万人着病。中重症一天增加223例，死亡也有59例，年龄层分布30至90岁以上。30多岁的这位男性是有这个肝硬化的慢性病史那未接种COVID-19 的疫苗，那这次是染疫之后合并这个心肺衰竭而过世。国内增加的确诊数，这几天落至8-9万例，确诊病例数甚至连日淡薄降低。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确诊数无步冲式成长，代表这波疫情目前控制袂歹，也不过也要去观察。现在的8、9万到10万，如果作为一个高点来看，那疫情恐怕会拖得比较长。如果是到了12万、13万的话，那可能在一时之间的压力会比较大，可疫情延长的时间就相对的短。也不过是确诊数哪侪，指挥中心也扩大快筛阳的确诊适用对象，为今卖自主隔离等3类人甲65岁以上的长者，包括科技原乡甲离岛地区居民，有隔离3开始实施。另外第2轮快筛是名制，什么时阵才会上路？指挥中心表示，无排队延到6月实施。北上冲关当前的涵盖率指挥中心针对未完药局等机构，一摆增配2箱。沙地离岛甲偏乡，若无社区药局，库存超过2箱，也会一摆加配5箱。地处较好也放宽就医限制，只要确诊大做伙亲友会当陪同确诊者就医，也毋过爱先甲卫生局联系。记者综合报道。伫昨昏动静的个案内底，有一个是5岁的囡仔，另外一个是9个月的红婴仔。2个人拢踮伫家护病房咧治疗。根据统计，全台湾目前有9个重症的囡仔，其中3个有引起脑炎。敢讲这个病毒真是对亚洲的囡仔影响较大咧？指挥中心嘛邀请专家做伙来讨论，还佫有制定临床应对的原则。指挥中心日公布本土新增加223个中重症的病例，其中重症的个案70例内底新增加2例是儿童的重症。至于脑水肿的部分，是不是有合并脑炎的话，还需要再进一步的一个研判那另外还有一例是一个9个月大的，因为上呼吸道有这个发炎阻塞的一个关系会有这个俗称叫做狗吠声这样的一个症状。罗义军指出，这2个囡仔重症的个案，一个合并肺炎脑水肿，一个是哮喘喘，急症喘气喘袂起来，拢伫继续治疗中。这号全台总计有9例儿童确诊重症，其中有3例并发脑炎的个案。这号真侪家长真烦恼讲，尤其是无多注疫苗的5岁以下囡仔，风险是更较大。尽量不要让他们出门，就因为他们没打疫苗啊，对，然后所以就会害怕他们感染。指挥中心也要求专家进行临床的处置甲案例研讨。有专家引用美国调查资料，指出对去年底到即阵，18岁以下患着 Omicron 病毒株大约占患着人数的2成，推测甲病毒特性有关系。也要求专家制定共通性的处置原则，分做临床的情形、教育家属，看这是小甲救菌，也是脑炎的要点，提供指引提醒甲建议。不过也提醒讲，出现警讯就要赶紧来上病院。意识改变。第二个是他有一些行为或精神方面的症状，有抽筋，请大家记得这一波里面重症的个案几乎都有抽筋的一个表现。当然会担心小孩子被传染才来打。因为儿童疫苗注射率相对较低，包含屏东甲贵人拢袂少家长带囡仔排队来注射疫苗，其中袂少是看管区。家长烦恼讲拄着下礼拜停课，学校注射可能延期，赶紧把握时间来做，减低中重症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国中会考的第2天，水气有加较高，北部还有东半部有短暂阵雨，中部嘛有部分的短暂阵雨。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华南分河区所向东平，水气会豆豆变较高，北部甲东半部有短暂阵雨，
中部部分地区嘛有短暂阵雨，过道山区嘛要注意会落雨。今仔日各地温度有小可降低，白天气温是19度至30度。为8月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有局部的短阵雨或者是雷公雨。若过道南部甲东半部，还有中部的山区，都要注意可能会上大雨。若8日至8月锋面的影响是上界明显，落雨的所在可能会扩大到中南部甲东半部。各地拢要注意，可能会弹雷公甲透风，甚至出现地灾性的大水雨。高中的教育会考为昨昏就开始举行，全台湾有20万的考生来参加考试。头一天考的科目是社会、数学、国文，还有写作。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有3328个考生确诊，另外有9个考生考试考到一半的时阵，雄出现症状，经过快筛验出是阳性。总共有3337个人爱参加补考，时间是伫咧6月初4至初5。8日早起，考生挂水暗摕准考证入去考场考试。高中教育会考5月20日2日进行，因为疫情严重，全台湾每一个考场拢有相关的防疫措施，包括入去考场爱自头到尾挂水暗，无开放家长备考。严格做家长的也是担心。防疫的部分，一定会有一点担心，但是没有办法，基本上就是提醒小朋友，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的那个防疫的准备，都有准备酒精棉片跟酒精消毒啊，就这样防疫。然后，对，然后就是口罩吧，多戴了很多个口罩，弄脏了就可以换这样子。第一天的社会、数学、国文加写作的测验考线，总共有3328位考生确诊，需要改参加6月初4、初5的补考。考试中有症状，经过快筛阳性的有9位。考生会当伫事后补考无考的科目，并且家己决定考会项目是毋是要停考。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来看《中国时报》。台电会伫6月份推出国内头一个电动车用电的时段来算钱，为下晡4点到暗时10点，用电尖峰的时段一度电会超过8块。若是离峰的时段是干那收2块，计销售差到4倍。咱来看《自由时报》，欧美的卫生专家警告，西方国家即马逼出一种高豆病毒当地的胃团。这个病毒是甲猝死同一个类型的病毒，不过症状无像猝死遐尔严重，死亡率嘛比较较低。未来这几个月就要特别注意胃团的情形。目前全球至少有12个国家拢总80例去胃着高豆病毒的病例啊。咱来看《联合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向征调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来参选桃园市长，引起地方的不满。黄建庭甲张善政2个人有出面来回实的，那朱立伦昨昏嘛发声明，对提名造成的纷扰，甲大家回实的。富邦产险因为拒绝中福投保，受到真侪批评。那富邦金控有出来驳回讲，会尽力来负这个理赔的责任。那中国人寿嘛宣布轻症居家照护的人，经过医师实时问诊了后，开药仔治疗，而且药仔无限定，就一定要清关1号等3项政府公告的药仔，拢会当来理赔。全台疫情退烧民众投保防疫险被保障，针对轻症者提出照护，若有医疗行为，防疫险比较大普通病房进行直接理赔。严格各间公司对用药的理赔认定讲袂好势，寿险公司交予业者自行决定。对此，中国人寿首先宣布，轻症提出照护者经过医师实行诊疗，佮开药物治疗，会当申请理赔。药物无限定清关1号等3项政府公告的抗病毒药物。我觉得算是合理的吧，对啊，是要看它的理赔的范围、金额和它的保费 CP 值啊。中寿放宽用药理赔认定，将依据提出照护天数，用通互因关怀金，得到民众的支持。另外，富邦产险开第一层技术中户投保，洪批评输未起。富邦金控20日伫法说会特别澄清是5会强调对所有保护会尽到理赔责任。误会了哦，我们这个产检哦，这个本身还有300-400亿的净值哦，
然后这个资产也有1300亿左右，我们一定会尽这个理赔的责任。富邦产险指出，为去年1月到今年4月为止，防疫保单签单总保费46.7亿，理赔7.1亿，直接损失率伫15%。最近大港防疫险赔款大约5000万，预估理赔高峰期伫5、6月。富邦产险强调，公司净贷有300-400亿，背后保护特别着理赔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目前全世界去为着新冠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2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29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天增加84639例，目前累计是1240897例。若中国伫 WHO 病例数的资料是已经超过200万例，日本超过859万例。韩国嘛有甲1700万例以上啊！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占上界侪3个国家是美国、印度也有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400万例，印度有4300万例以上，巴西嘛超过3000万例。若伫欧洲迄边，英国是超过2200万例，法国是2900万例以上啊！指挥中心进前发公文，予地方的卫生局要求专职病房的护理人力的配置，要交予病院家己来做调整。地区病院上济会当调做是一个医护人员照顾15个病人。若这个消息一个出来，是引起袂少医护人员的不满，因是出来抗议，发讲规气甲工课撕掉好啊。疫情造成医疗量能真严，指挥中心19发公文予地方卫生局，开放病院严看情形调整照护能力。不过，袂使比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规定较悬，也就是讲专职病房医护病人应对1:5调整到1:9、1:12，甚至到1:15，引起第一线医护人员的不满，讲要集体来离职。政府根本就是一个无能的状态啊，而且呢，根本就不顾我们现在的这个护理能力。无法负荷的一个情况，医院现在呢就变相的做这个威胁的一个动作。你要求1:5的这样的一个专责病房的一个比例的话，你拿不到卫福部的津贴发放。面对护理人员的不满，指挥中心指挥官但是中讲，专职病房护理人员负担较重，即阵建议开放又经过训练过照护员协助来照护。Omicron 跟以前的一个疾病的进程的情况不太一样，好，所以我们也会研议来开放，好，比照这长照的机构，那有照护员来进来协助照顾。但是长强调，护理人力比去年大约减少1000人，也毋过7月会有护理的毕业生来加入，所以讲人力并无减少，也值得病院反映。专职病房医护甲病人比例1:5规定伤过4年，所以讲才开放病院看病人的疾病严重度甲照护负担来看进行调整。若有分配无公平，也是护理人员伤过操劳容易检举。记者综合报道。苗栗九天宫白沙屯妈祖运境的活动，今仔日要去北港朝天宫参加祝寿。今年报名来参加进香的民众有9万1000人，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规定香客都要做过3档疫苗以外，嘛呼吁信众尽量唔通客做伙，踮伫厝里看线顶的直播，嘛会用哩。白沙屯妈祖进香第2天，早起在彰化鹿港出发了后，就一路向南行。乱桥2日就来到彰化开湖了后，要去鼻头，一天行大约80公里，要抵到，这就考验信众的体力跟耐力。会很快，真的很快。疫情的关系吧，所以说比较快，然后让大家不要群聚在一起。虽然沿途有热心民众伫发补品甲饮料，互相来加油，不过参加的香灯卡坦白讲，今年行比往年紧真多。另外，20暗时乱桥经过第17线时，也选伫彰化鹿港的海埔派出所自驾，互信众甲警察是真惊喜。海埔所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白沙屯妈祖进驻过，因为从台7线每年都会经过，但是进入海埔所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直播呢，尽量你能不参与的话，就在这边都是在那个看直播就好。妈祖教的旁边，人就比较少了，不要一直挤在那个妈祖教的旁边这样。刘峰表示，这摆南下进香拄到疫情真严重，不过报名香灯卡也是有9万1000人。庙方考虑这个防疫，鼓励信众尽量伫线顶参拜就好。
另外，参加的乡镇卡一定爱做完3档疫苗，也提醒卖围伫乱桥边啊，避免互相烧话。有人比往年较少，行的速度较紧，估计2就来到云林北港遮。记者综合报道。接着镜头咱来看新竹，即卖疫情要当地的滚价。新竹的竹东镇公所按算要伫6月份的临时会规划5000万的预算，要来买50万支的快筛试剂。若是有顺利通过，在地民众就会当领到5支免费的快筛试剂。民众等要买快筛试剂，排队一排落，定定就是半点钟以上。新竹县竹东镇公所规期准备伫6月中免费发快筛试剂予民众，只要是4月30进前户口设伫竹东，每一个人都会使领到5份。疫情真的是扩散得非常的严重。那在这边呢，我们如果采购顺利的时候，会在6月中旬，我们就可以发放到我们乡亲的一个手上。依照目前镇公所统计资料，符合领免费快筛资格人数有98000外人。消息一出来，不少外地人听了真新鲜，不过嘛有人嫌伤慢。当然羡慕啊，因为大家都是花时间来这边排的。太慢了啦，发这个的有没有？早就要发了，到现在才来那个。镇公所准备采购50万份的快筛试剂，总经费差不多5000万，按算对社会救助预算支出。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咱台湾伫咧80年代末期摄影的作品是有真大的转变，尤其是将 Photoshop 的软体引进入来台湾了后，资本拢是用底片来翕相，转做是数位编辑。即马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展示出176件作品，要来展现咱台湾当代影像艺术8年的创作能量。面容甲身躯拢着相无完全，黑白相片内底，互看到劳工的无奈甲艰苦心。工商显影系列作品是1995年何景泰老师用拍立得翕手工显影放大的。看过去花花，若像万花镜的镜像装置，斟酌看其实是实物的组织。像讲，互摄影家伫咧1994年用电脑数位扫描机来创作，提出暗房结束者的观念，表示数位影像的时代是要来啊。大概在1980年代末期，张光和老师他把Photoshop 带回台湾之后，让我们看到了影像创作的无中生有创作的一种可能性。1990年代了后，多元数位影像的结合正兴。张辉明老师2012年的脆片系列，逐组拢以100-200张的相片落去剪接做影片，光影甲时间的卡夹，那亲像拢锁伫伊的镜头内底。找一个过去我们认为一个线性的时间，有没有可能在透过影像的创造之后，成为一个封闭、不断的循环？这形成一个不太一样的时间的体验。目睭大蕊创作者廖基武本身也是电影者，这组2011年创作的好看小姐，试图要挑战外界对亚洲女性的刻板印象。在这个好像很可爱或者是甜美的这些生活场景，然后还有扮装之下呢，就是因为视线被遮蔽，所以它又反映出了某一种生活中的人跟人之间的某一些紧张或者是暴力的关系。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即马展176件的作品，互看到底片到数位输出的过程，也思考未来虚拟结合立体影像的可能性。记者阿敏精整派文台北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国际消息。澳洲2日举行国会大选的投票，尾手是由工党选赢。工党的领导人可能会成做新的总理。因为咱国外交部嘛已经伫咧昨昏暗时表达诚心的祝贺，嘛会继续深化台湾甲澳洲的关系。澳洲的政坛变天，工党打败目前执政的自由党甲国家党联盟，工党领袖艾班尼斯将做新总理。I am humbled by this victory, and I'm honoured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as the 31st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My Labor team will work every day to bring Australians together. My fellow Australians, it says a lot about our great country that the son of a single mum who was a disability pensioner, who grew up in public housing down the road in Camperdown, can stand before you tonight as Australia's Prime Minister.
艾班尼斯讲，伊会参加24日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On Monday morning, arrangements are in place to have these people sworn in as members of my team. To enable Penny and I to attend the important Quad Leaders meeting in Tokyo with President Biden, Prime Minister Kishida and Prime Minister Modi. 现任总理莫里森承认败选，敲电话向艾班尼斯恭喜。I wish him and his government all the very best, and particularly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week with the important meetings that are being held in Tokyo, I think it's vitally important that there's a very clea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government of this country. 59岁艾班尼斯这场胜利，终结保守派9年政权，共党进行连续3届大选。欧洲最近3年经历过严重的天灾，强调气候政策是重要的关键议题之一，也受选民的欢迎。另外，艾班尼斯也正关心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作为，讲会深化太平洋10几个岛国的军事合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总统拜登2日甲南韩总统尹锡悦举办会谈。拜登即届去南韩3天，要去板门店非军事区，接续今仔日下晡会直接去访问日本，要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架构 IPEF。美国总统拜登2日下晡伫南韩的记者会上，首先感谢南韩伫这场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中积极支持乌克兰的民众，并且强调美国甲南韩的扩大甲强化军事的同盟，坚持朝鲜半岛非核化目标，同时嘛强化台海安全。And today, President Yoon and I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our close engagement and work together to take on challenges of regional security, including addressing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by further strengthening our deterrence posture and working toward a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the President has already spoken to. Promoting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s well, and ensur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clu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beyond. 拜登是在前美国总统川普了后，隔3年时间，佮再来造访南韩的美国总统。游行前有前辈资料显示，北韩可能在拜登访问期间发射导弹，也是进行核武的测试。所以拜登即摆未到敏感的板门店非军事区。拜登也表示，美国提供疫苗给北韩，同时也准备好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不过一切拢要看北韩的态度。拜登即要在2日到24访问日本期间，宣布美国印太战略延伸、印太经济架构 IPEF 即阵也未邀请中国参与，由中国真侪基础建设、供应链甲生产的原料甲零件拢来自印太国家。美国主导的 IPEF 可能要求成员国禁止某一寡关键的资源出口到中国，对中国经济恐惊会造成冲击。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在法国的一个城市，立法通过新的公立游泳池的规定，无数的女性会当穿布基尼游水衫。这是一种敢若看会到面、手盘，还佫有骹盘，无数的女性伫咧穿的游水衫，甚至顶关身若是无想要穿，嘛会用的。不过，这个政策一个通过，随伫当地引起济讨论。29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在战事差距之下，法国东南部都市格瑞诺布市议会8日通过公立游泳池，开放穆斯林女性穿布基尼。Le résultat est conforme à ce qui était prévu. C'est serré et ça passe. Donc voilà, nous on sait qu'on était à ce niveau-là, on sait qu'on avait une majorité. 布基尼是穆斯林妇女穿包含头巾的连身式的游泳衫，被右翼甲部分女权主义看作是伊斯兰主义象征，违反法国世俗价值。这年来一直争议，加上新规定，全面适用其他服装，包含温准男性无穿安身的游泳裤，女性也露出顶半身，会有卫生记录。所以表决一通过，马上引起反弹，连甲市长共党议员拢无赞成。Face à ce résultat où 29 voix sur 59 emportent une décision historique à Grenoble, eh bien nous avons décidé face à ce constat antidémocratique de quitter le conseil municipal. 这争议也和格瑞诺布成做全国性话题，总统马克宏也无赞成开放。不过格瑞诺布市长强调，希望和男性、女性拢穿想要穿的衫。事实上，格瑞诺布不是第一个温准游泳池穿布基尼的都市。西北部都市雷恩2019年时阵，就渐渐开放布基尼甲其他类型的游泳衫。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译。
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